再来看有新的护理人哦，为着要减轻腹肚相当的负担，会使用一款甲腹肚紧起来药大。一寡人囡仔生了哦，会上网络去拍卖。也毋过卫生局是提醒讲，即款物件哦，算是医疗器材，一般的民众是袂当买卖，若互掠着是爱罚100万。甲托腹带包伫腰边，互腹肚袂遮尔重。真侪有心的妇女伫咧后期，囡仔愈来愈大，行路行动拢无介爽快，选择用托腹带来减轻负担。真侪人生了后，无想要浪费，甲托腹带伫咧网络里手拍卖，但是卫生局提醒，这已经违规，恐也面临3万到100万的罚金。那如果说他是在网络上去po，那就表示说他有贩售的一个意图，所以这样子在医疗器材管理法里面也是不行，会违规。那至少会处罚3万块以上。市府表示，托腹带属于医疗用的束带，需要有医疗器材商也是药局资格，才会当按照医疗器材管理法的规定来卖。甲喙暗、耳温枪、OK 泵同款，不管介绍关价，一般民众拢袂当随意来网络拍卖。真的吗？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其实一条托腹带不便宜，那我们用的时间也没有很长。耳温枪可能会，但是口罩不太会，因为我觉得那毕竟是有安全、有卫生的问题。市府提醒，不管虾皮还是面册顶网络平台，无销售资格民众，只要放相关产品的相片，就可能互认定有要卖物件意图，爱细腻唔通犯法。若无想要浪费资源，嘛建议私下送互亲友。公司新闻王刘婷丹、hen坤个报道。